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8月初1，诗篇102篇17节安尼讲：伊压落听善车人的祈祷，袂看轻因的困求。三甲来祈祷，无看轻阮困求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所仰望的，对阮少年的时，你是阮所倚靠的。阮对胎儿就受你扶持，互阮出老母的腹肚的是你。阮要不时称赞你，时刻懊恼，甲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阮伫生活中有时受人的看轻，阮伫济济的苦境中，亲像善车人，受人取笑凌辱。阮亲像船行伫大海中，看袂到方向。主啊，阮的境遇你拢知，阮的艰苦你拢看见。总是阮感谢你应允讲，你是压落听善车人祈祷的上帝，你袂看轻阮祈祷甲困求，因为你是听阮的主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每一天拢来到伊的面头前，摆列咱的祈祷甲困求，伊的确要压落听咱祈祷的声，袂看轻咱的困求。愿主的平安，甲你三甲伫地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